手机号给我。小姐，我们护送你先去酒店吧。哦，不用了，钥匙给我吧，我自己开就行了。这车好漂亮啊！是挺漂亮的。是啊。雪清是外号吗？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好好相处吧。什么嘛，好幼稚的语言啊！是小朋友不小心点到的吧？跟我同天生日，到底是谁啊？哦，房东太太。之前跟你说过了吧，你的月租是7月中旬到期，尽快做决定。好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到了吧？这是你的车吗？什么时候买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拿签约金，用便宜的价格在朋友那儿买的。好棒啊！我因为没有钱，连房子都退了。你搬家了？嗯，我要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住。走吧，去兜风，心情会好一点。哎，顾十一。你知道哪个地方晚上可以打工吗？不行，我晚上还要找时间写剧本呢。对了，给我的。多喝水，少说话。哦。最近很困难吗？我突然想到，有一个朋友在咖啡厅工作，正在招工，要不去试试？真的吗？你的车技不怎么样，这个车的样子很特别，应该很贵吧？兰博基尼400万左右。那维修费应该会很贵吧？哟，挺懂行的嘛。那你们的车上保险了吗？对不起，请问你是这部车的车主吗？我也不是，这是我跟我一个朋友借的。所以你们的车有没有保险啊？没有。这个是他昨天刚买的2手车。哦，所以说你们得自己赔喽。那不知道这个估价得多少呀？应该不少钱吧？嘿嘿。这个人怎么越说越兴奋，好像不是自己的车就不用负责任一样。那个，对不起，
撞坏车是我的不对，但是我们真的只是学生，没有多少钱，能恳请你高抬贵手吗？是学生就不用负责任了吗？不是不用负责任，只是我们真的只是学生，所以希望你能跟车主沟通一下，减少一点点的赔偿金。好了，江淮，是我的错，估价单给我。现在不是耍帅的时候。还请您高抬贵手。啊，这个嘛，还是等报价单出来之后咱们再谈吧。手机号给我。你的也给我一下吧。车是我撞的，联系我就好。啊，这个嘛，我是以防事后联系不上你。好。好了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好帅啊！我也想开一次。喂，现在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吧？会有办法的。没心情喝了，走了。我叫江淮，我没有时间娱乐，也没有时间打扮，更没有时间谈恋爱，所以我一定会比其他人更能胜任这个工作的。你觉得呢？不错，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恭喜你，你被录取了。谢谢店长，谢谢店长。我明天一定会准时到岗，会努力工作的，绝不迟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很遗憾，米夫人，你已经确诊是癌症晚期，而且会扩散很快。就算是做手术，也非常容易复发。如果坚持动手术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进行肿瘤切除，但是由于您的年龄，手术的风险真的非常大。我已经活得够久了，与其痛苦的治疗，不如舒服一点的活着，选择慢慢等死。无论什么样的选择，您自己的意愿最重要，我们都会配合协助。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那有什么问题，夫人，您再叫我。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惠夫人，雪姬小姐已经回国了。国内的住址还不知道吗？是的，我们查出来后会第一时间汇报给您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我的生命只剩下6个月了，能救我的也只有你了，雪姬。您的咖啡，请慢用。谢谢谢谢。
你好。现在方便吗？关于赔偿款的事情，我想找你先聊一下。可是我现在正在工作，要不给你发个地址吧估价单出来了，20万。？20万？价格也不是我定的，我要还给车主呀。我需要跟我朋友商量一下。这样吧，我有个建议，想不想听一下？好。请问你愿意做我的管家吗？管家？俗称就是女佣吗？哎呀，做我的管家也不会太累的，我就一个人，而且也不耽误你上学。如果你愿意做1年的话，维修费就一笔勾销啦。我呢，常年在国外，刚回国，对这边的情况也不了解，国内一个亲人都没有，跟有缘的人一起生活也挺好的。车祸也算是有缘人吗？不是啦，之前那种情况下呢，不太适合自我介绍。你好，江淮，我是李雪姬。你是那个在我空间留言的雪姬？那个生日跟我一模一样的雪姬？没错没错，那个是我注册的。可是你怎么会认识我啊？看样子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的妈妈是朋友。什么？所以你们很早就认识啊？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了吧，只隐约记得那个时候我迷路了，是他妈妈送我去的景区。哦，雪姬说给你打电话你没有接，你不会准备就这样一直躲债吧？我没有故意不接，只不过未接来电太多了，没有听到。我决定接受管家这个提议了，反正应该还可以，而且还能省掉房租，只是家务事变得多了而已。车是我撞的，我不想连累你。而且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住的地方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就这样吧啊。您的咖啡，请慢用。谢谢谢谢。